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0月3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冲突与和解。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7章8到16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你们看，上帝这样地善用了你们的忧愁，使你们急切地为自己辩护，而且显出义愤，又警惕，又热望，又忠心，又惩罚不义。在各样方面，你们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。哥林多后书7章11节。这段经文大概在讲保罗说自己得安慰与喜乐的原因，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因他那一封严厉的书信获得正面的结果，也看到哥林多教会的转变，让保罗的夸奖应验了，也能够让提多更爱哥林多教会，并且让保罗放心。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保罗之前写第一封信责备他们的错误。保罗发现他自己对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书信所说的话太重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伤害了哥林多信徒的心，所以他有一些懊悔。但是他说如今他不懊悔了，因为他确知那一些话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。可见保罗的书信并非凭着他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而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与支配。保罗他能够欢喜，不是单单因为信徒受责而难过而已，更是因为他们受了责备之后，圣灵就感动了他们，为他们的罪忧伤。为这个缘故，保罗就欢喜快乐。哥林多人他们受了保罗的责备，没有把它当作是人的指责，乃是看作是从上帝来的责备哦。而在上帝的面前为自己的错误来难过，这种态度使他们的灵性能够得到复兴。保罗呢，他深深体会领人得救很辛苦，但是他没有后悔。虽然曾经为他们甚是忧愁，但是呢，他看见他们的改变，就转变忧愁为喜乐。更叫保罗他欢喜的是，他所打发去哥林多的代表提多。他虽然年轻，但是也获得哥林多人热忱的接待和尊敬。提多既然是保罗的代表，若哥林多人因保罗的责备而起了反感，必然会用不太欢迎的态度对待提多，但是他们却很有礼貌，并且热忱的接待提多。这个就证明他们是真心接纳保罗的劝告。可见呢，哥林多人虽然犯了很重的罪，可是他们对主的仆人这样的一个态度是非常的尊敬有礼。虽然提多只是一个年轻人，但哥林多人这些信徒因为敬畏上帝，也就存敬畏主的心来接待提多。保罗所以能够为他们放心，
不是相信哥林多人从此不会再失败，不会再犯错，而是知道他们会从失败的当中诚实来回转。这样的信徒，纵使以后有犯罪失败，也可以放心，因为他们回转以后，必然更敬畏主，更爱主。我们来默想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虽然曾经犯了相当严重的罪，也有纷争结党的事，但是他们对上帝仆人的态度，甚至针对青年提多，跟现在信徒对上帝仆人的态度有什么分别？那关键何在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来到世上，借着你使我们得以和上帝和好。你有赐给我们能够有这样传福音，向世人彰显上帝的爱。求你帮助我们，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，能够积极传扬福音，使世人能够接受福音，建立与天父上帝和好的关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，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